小姐发财，好，哎，我这， 50块好啊，一张多啊，哪会钓一张就钓啊？你提会钓好啊？哎，好啦，当时要开。下午8点半，好。啊，39台，39台哈，谢谢，中奖啊，谢钓我来谢，放他。好啦，好，好。好啦。一个月营业额我卖30万都做不得了，30万能存一档啊，320是1万元800个元，1万元800个元，30万320能存2万4，我抢你给我租个位，根本就算不到。看那么多客人一直收钱，怎么会累？再累也不能累，你知道吗？哎呀，很高兴啊，哎呀。不会累的，对不对？晚上看到老婆就即使就再累也不会累。就用一卡的呀？係啊，幾隻嚟？幾隻嚟啊？你嚟你過嚟啊？係香。但我話後生對唔對到浪啊？你係對唔對到浪咩？咩啊？18是聽人講嚟。不会，对一下就。对一下就好了。一下，差不多10分钟啊。我看但係可能係記，唔是講係估啊。都估冇馬，我寫空意落去真係係咪啊？裝冇馬有啲啦。唔會用係啊。用嚟衝啊！跳這兩個鐘啦。冇講啊，用會啦。係咪咁講？整班都我最重要都我用的。係啊，用啥天種啊，凍醬。白巴掌啦，客人掌。800就好啦，人咧。因為我係客人掌。係啊，客人掌啊，700算300啦。人煮飯的啊。無來咯。都係啊。無是袂這都袂免過日子哦。買啦。個100塊無粒，要3粒。來，我剪啊來。愛吹哦。愛吹哦。吹好了，我來吹。等你啊來。好啦，無粒。我來謝。那個頸椎的，對。哎呀，我唔是我都識的呀，我唔是你在這裡好多張。啊，謝謝，那真。100塊嘛好，來幾減談。多少錢？啊，200塊啦，哎呀。對，沒腳趾沒有力呀，冇辦法好，唔會跌倒啦，都起冇穩啦，係啦，起冇穩。重心不穩啦，係啦，重心不穩。捱幫體重啊，啲護士幫啊，捱是唔啲捱樣嘅咩？係啊，有人都買起唔穩啊，唔舒爽嘅啊，係啊，係舒爽。啲幫嘅呀嚇，做嚟做去啊。
幫佢做嚟做去打做60打做70嘛，奇差來啦吼，都做佢哋啊，冇講唔一樣啊，我是重度殘障。我不会生气，他不会。我不会生气，他会生氣，他偶爾會情緒化，女孩子聽到會舔啊，因為媽媽唔好，女人太多了，要知道了。一個生一個說一個生，才能夠。15年啊，沒有跑走啊，還是那麼漂亮啊。不是這樣子的。安樣嘅冇啦，係啊，都冇老婆沒有跑走冇。要減退了啊！要減退了。那天我開，不知道是90到100，反正整路都好像沒有車，飆到礦工醫院。然後礦工醫院的時候，他就告訴我，因為那時候我大哥已經先到現場，他就告訴我說，這個月一定要送產科，沒有送產科一定沒希望，沒辦法再承受，好像是一個人呆在那邊。老人家先生提講要不斷到當洋葱，清洋葱嘅事情，唔係用功課唔啲，用印用嘅按樣唔會好，都唔會行，按樣嘅啥聲音行些冇在於做些按樣啊，家學印唔會好嘅時間，用功課會寫喎，นั่นนี่เกี่ยว啊。我在山上藏了2年，不敢面对现实。不见了，不看。哦，你是农药案呀？那时候人家问的时候，我们心里也会很感伤，我们心情也会感伤啊，不好受啊。所以为什么今天我，哎呀，会变成这样子啊？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会造成这样子？心里就会受伤啊。然后来这边，就是我们2个而已，没有人走，没有人看到，没有人看到，就是跌倒了起来或者是哭，怎样都没有人大声哭，也没有人会看到啊。那时候在他面前也不敢掉眼泪啊，自己在后面的时候，在心里在想说，他一定会恨我，说我这么狠心都不会去同情他。会累啦，累，他又一直强迫我一还是要复健啊，但心情又很不好，刚受伤，然后会骂起啊。打退保的。我哋可能。哎呀，人都整那都硬着的。哎，拉了，一直睡着，以为他宝宝怎样子啊？他也不小孩子也不知道啊。我都不认识 GJ 沈商，他怎么会认识 GJ 沈商？我们以前不曾看过什么坐轮椅的人啊。对啊，以前不曾看过坐轮椅的人呢。不知道积水损伤是。然后送到长庚，人家说积水损，我还呆了，什么叫积水损伤？哎呐，因为我们周边没有坐轮椅中风那些的人啊，都不知道说这么严重。我太太食苦啊，都沒有，你唔買早點咩？都食學早點啊。要不然嚟做早點當辛苦哦。
当做我行我猪頭呢嘛，係啊，人家以為掉茶，佢講係都是哎呀樣啊，都你而家從面攞不卡不捱買啊，係啊，佢下聽書啊，四兩跌都一樣，全部人聽，大家咁樣聽書啦，都查上到啦。啊，從面攞我啲四兩講點樣上啊？妹妹，因為做阿冇他不便宜，你是吧？做阿甜啊，那個帶幾斤帶沖上過。哎呀，我那些。坐一下，泡一下茶，喝一下茶。我爸爸妈妈住这边。啊，对面就是永安山水。这边就是永安山水库啊。哎。我阿爸。阿爸。啊，阿公啊，你按做行啊。爸爸。帶飲料機啊？係啊。帶馬上啊，帶飲料機啦。當然上啦嘛。係啊，馬上你撞咩都賺你，撞咩都賺你，是吧？玩了幾天了。馬賺你，帶飲賺你。người nó cái con ấy con tôi theo họ quay cái từ đi từ đồng theo họ ra buồn rồi cái anh này là đi chồng nào tao bây giờ tao nó thay kiểu à miếng sợi都冇公啱嘅面粗粗嘅咯，要摘茶要摘很多，要米煮嘅要暖水。啊，幾多租叫街坊迄陣嘅呢？係啊。我講給泰魯省啷還得？對呀，我泰魯省跟了剛他叫我啊，兩個後面的啊，美女啊，阿媽公文堂啊，為南面上午很意思，兒童行寫啥？兒童行寫啥嘛？看到啥個用三條啥個，嚇死嘅，三條鬼龍嘅揀的。我很強勢哦，反正我碰到我不喜歡的，碰到我不喜歡或者我討厭的人，我都不要跟他講話。那时候我大小姐啊，就想奇怪，因为碰到可怜客，我想法可能是说他不认真工作，才会他这么可怜，还是都没有想到有些人是另外一个因素，意外的因素啊。以前是埋怨上天对我这样子，现在不会了。现在是说，好在上天有给我这么好的父母、亲戚姐妹，然后所以说没有办法说全程的参与或者这样，可是他们精神上或有时候是物质上啊，给我们照顾啊，我们就已经很感谢他们，真的很感谢他们。这个平青村的活动中心啊，就你们是堂哥的呢？人家年纪大了就来奏伴啊，老了唱这个学唱歌，唱唱歌啊，带阿姨来去参加那个社区的活动中心来去唱歌。满山嘅茶頭樹啊，行行千本面。南獎啊，鼓勵前面啦。我還要前面。財神爺我送錢來啊！啊？這邊有來啊？這邊有來啊？我到條街已經有啦。哦，14
幾度集嘅？是吧？ 34。俺让对，俺让对。呢度量集幾啊？不要36，34。搭上都要呢度啊？哎呀，这都有啊。开十多年了，受伤后才学的。刚买车子的时候要学开车，我儿子不肯，他教我，他讲我，你学开车我也不放心，哦，你开出去我也不放心，我就坚持要学啊。像现在学会了自己走路就比较轻松了。来到纽西兰，我轮椅带去啊，泰国，也撞喺澳洲牌，也没澳洲牌。坐轮椅行去那里啊，北京爽的万里长城，我自己就推这个轮椅，一直推一直走，啊，走上去，那个很陡的那个路啊，哦，嗰樣時係進行啊，一輛嘅箱型車啊，停到差不多一般人走，上來坐啦，30塊啊！我講我不是錢的問題，啊，我講唔係30蚊嘅問題，我講我自家運動嘅呀。節度較唔點啊嗰同時，半夜過夜就睡到眠床，已經唔會停動啦。數到腳咩唔會停動，啊，凡事都厭煩啦，差唔多半夜6-7啊，我見到嘅人嘅照顧啊，啊，加嘅又冇健保又冇嘛個醫療，啊。就有醫院啦，台灣有醫院點點啊，帶參嘅醫院帶差唔多帶空日嘅3-4順日咯，家就做錢來用現金嘛，冇錢就轉來呀，轉來做不卡，大家去學堂辦法，就國內實，民眾談到去就啲學堂衰嘛。像我这个浴冲中，你看我洗脸槽，都地都垫起来，这个没有马桶，我厕所在那边，没有马桶就通通改掉。喺书上面做歡迎佢政府啊，喺大邊嘅事啊，那難時間嘢啊，太感人就行下度啊。做第一次來看醫嘅，叫字都唔敢啦。如果迄來到醫講，驗出台灣嘛個東西啊，太難驗出強啦。你就要幾多年咧？啫，天太冇養7歲，而家養3歲咧，你真係算啱咩？哎呀，做學煮嘅啊，做頭生啊，做煮飯食啊，生意從咩呢？有乜嘢？其實都冇人可以服侍。我前幾世是又唔會行，又唔會企，用爬的迄世是要我做按樣好嘅，你做煮嘅檢查，做乜嘢檢查做法，做按樣嘅嘛。都有半年過月，
我做拄到一只好朋友，我就同佢借样东西，哟，早阵就会清楚嘅，看到人啲面床衰，我老唔会做事了，行啲人面床衰啊，佢就拄到一只几年伊就同佢，今日做你，我饮水炒茶，我做到逢年去抢一只新衫嘛，佢样子就10几日啊，是差唔多1个礼拜，就会放佢炒嘅。我放起来炒，都下后去上边日嘞，就会头摆那伊嘛个补充个补用个开蛋的蛋干样夹定嘞强吐ไป强行嘅。得嘅，我讲对你，讲对你。一片还是当嘛个？我啲出家啊，那是我的水泥，上面也是。我两下来咯，我家己拍菜，拍就拍那个天拍菜。我挨就种地菜的人也点那个西乡的，就错了，我就变个咩，变种配样个。要冚唪要桂花，要。日本人係要出嘅啦，今日冇嚟做呢隻嘅。我行业做一田农田农有4個嘅對話，做一田農看都我做嘢就係田農割草啦，就割田順草啦，對話咁見做嘅人生第一腳就爽了，以後走出真快樂嘅。不说几万开90万有吗？一口气吃很多。饭没有吃没关系，水一定要吃，水一定要喝。喂，7、8到底要乱，阿婆嗰啲嘛，俾嚟多學嘅。哇，还有。
大家好。大家好。院长来了。大家好。台湾、香港、关岛、北韩，有的是吧？啊，可以。哦，等者讲食饱嘛，食饱等者来手包互恁吃。哦，你还拍无啊呢？好无？手袂拍。手袂拍，会啊！我早起我看你伫遐手伫遐拍。有。无你摇落安尼。我。啊，可把将来给我。我之前受伤的时候是在这边出啊，在东兴院区啊，所以我认识他们啊。那我找乐趣的话就是在这边啊，看看他们，跟他们聊聊天这样子啊。锁定了，然后警方在这赎金的袋子里头运用了高科技 GPS 卫星定位。等一下，我找人，你来帮我。另外更重要的是呢，是民警会头躲了有12个小时，这个先帮我打开来，所以第一时间应急找到。哦，这样子好。这里就是绑北交互书馆的地方，也就是989。有电着没有？那个护理师家养老院就在那边的，也曾闹过这样，也想要自杀，可是手又拿不到东西来吃啊，不吃啊，1个礼拜不吃不喝啊，也是一样不会死啊。经过了半年过后，家里人每天这样过去看我，然后反正就不会死嘛，那就慢慢的一天过一天也要活下去啊。然后第7个月的时候，他又起来上下床这样子啊。可是上下床就是我家里弄的，弄讲难听一点，你不想开的话，你只是一个负担了。你脸臭臭的，你一直在憋气，那些人家里人看到也是看着你们这样也是很心疼啊。他就干脆就快乐一点嘛，变这样。头才会变的哦。到1年的时候，就有人开电动轮椅啊。就来推销啊，看要不要啊。然后我姐就很帮助我说，那你要开的话，我买一台给你，你就不要整天躺在床上，你可以跟他们一样出去逛一逛。讲辛苦是还好啦，你说不辛苦那也是骗人的啦。你今天要吃个东西，好要上个厕所干什么？谁在家？谁在当然就要来用啊。可是你看，一个大男人拉了屎，然后你要我们去帮他擦，那也是件很累的事情呢。翻又翻不动它，像我妈现在讲难听，现在根本翻都翻不动它。她翻完之后，她已经喘到不行了，对啊。她不是说，我今天2、3天固定灌肠就好了，偶尔不定时的炸弹，那种不定时的炸弹，然后就朴医生的时候，你就又要过来帮他清理一些杂物啊、碎物那些，对不对？没有，我这个实在。好了，有那么严重吗？本来就是啊，你每次大便的时候，然后真的是很臭，那你臭的受不了，可是你不擦又不行，对啊。像每次讲的那么坏。本来就是，像每次我哥儿子每次都他真的受不了，他说他闻到大便他就已经快晕了，因为年轻人嘛，小孩子啊。千万个不愿意啊！对啦，虽然说这也不是说你自己愿意的，可是唯一的遗憾就是说，为什么这10年前一直到现在，
它到底是谁用到？是因为那个气。我是很感谢他们啊，那么辛苦啊，11年了，又有好家在有，我姐姐还有父母亲这样，给我一个信心啊。假如他们不理我的话，那我一个人的话，那我怎么活下去呢？曾经也有去摆过摊位，中国结那些啊，我们摆摊位义卖那些的，也曾经去摆过，也销售不是很好。啊，人家看到我们坐轮椅的就在远远看到就赶快走了。大可会再上来一次，你无翕到了。我想咱走来遮，上。这个看没了。我这个，我大伊这啊，大哥无够贵，想我着。啊，想我到遐，啊，无在你等你想我摕头前。你使换就好啊啦，你使入来使换就好啊。来，进来看看。你爱倒捌久啦，以后捌久去啦。我们又怕你们都跟不上。今年不是三样错吧？那底包就我。哎呦，天天起来，起来，来，储蓄穿姐姐快点来，过来。放钱了。你
吧？这边都在啦，当花用的，一打野的，一打不多那种啊。啊，你头给打不多啊？那不多啊。那你现在嘛？那个呢？伊咧叫阿勇。那个在校那个妹妹还没来。啊。妹妹。等下饭。妹妹啊。饭给我弄一点。姐姐要不要打碗？不用。那个我那比较大的。不用那么多。玻璃的。那个不要了。那我刚才要做什么？他很少开口。哦，现在目前哦，在做哦，他除非哦，坐轮椅坐最久就是他了啦。打雷他才会讲话。谁啊？资格最久了。有吗？差不多。哎，那队伍回来就那个了呢。医生也一样啊，22年吧。医生哪年？他也是啊，你72年受伤的。你也一样哦。5月啊。你比较早啊。 8月。你8月，你又比较早。最早。你老资格了。我还没有像林汉把办一个20周年纪念的。我有个朋友20周年受伤20周年，还办3对还3对4对。庆祝啊，20周年纪念。坐轮椅坐20年办的。你说以前还没有受伤的时候，那些朋友刚开始会去看你，会怎样会帮助你。当我们坐轮椅的时候，我们要有事情想要求他的时候，叫他们帮我们弄一下，帮忙的时候，看到就说啊，没法度这样子。啊，变成时间久了啊哈，真正的朋友还是我们积水里面的坐轮椅的才是真正的朋友，然后是我们自己的家人了这样子。他很厉害，都会帮我穿衣服，他帮我上场盖棉被。有小时候啊，他4、5岁的时候跑给我追，跑给我追呢，抓不到。他那天跟我说：“爸。”我们同学都说你好奇怪，你坐轮椅。我就跟他说完，我给他一个观念说，等他们爸老的时候，搞不好就没有这个轮椅可以坐了。爸爸有这种多电动轮椅，看有的阿公阿妈都是用手推的。这样他就不会想说。想说那个小孩子会钻牛角尖，那问题这有的没的。叔叔穿娃娃来，叔叔穿娃娃。握手跟叔叔握手，看到了很高兴。对呀。卡我骗你哦，我爸爸就一直你都没有寄照片给我们看。你没有寄照片回去啊？圣诞节那天带，下礼拜带一集而已啊。现在我妹妹说我都懒得照。对，你看，你看每一个时期哈，每一个阶段跟他们照相片。1岁啊，1岁啊，1岁照一次，1岁照一次。对啊。等他你要寄回去给爸爸。 20岁的时候就1岁、2岁。有啊。弟弟们。弟弟。弟弟 ，Hello everybody。啊。当初我没有想到我今天还能够结婚生子啊，那时候根本是做梦都想不到的啦。然后看到，那因为我们协会有一个托养在园，他来我们协会上班，看到这个女孩子，她真的蛮不错的，我在追求她。这样。没有，他把手机留在家园，然后晚上打电话去跟她聊天。啊，去，好。我说正常夫妻这边的，我没办法像一般正常正常人这样的一个夫妻生活，你介意吗？我告诉他说他不是很注重这样。我说那好，我们就结婚吧，这样。他也认为说我们可以生小孩。我告诉他，现在的台湾生殖科技非常的发达，一样我们可以生小孩，这样。
要打针？每天好几个，每天一天要打好几针啊，打1个月打针，那吃药打针这样，那2、3天要去一趟检查，我都全程陪他去了。真的，他跟我结婚，帮我生了2个小孩，真的我很感谢，也是我真的是我上天修来的，也是我福分啊。姐姐坐坐呢，姐姐坐坐。可以说很幸福了，真的很幸福。最幸福的就是。对，我们说也蛮羡慕我的啦。耶耶。拿住了，拿住了。谢谢啊。对呀，他是就受伤了，他是受伤啊，撞到头啦，头就燒到，冇用啲錢嚟啦。咁而做乜嘅叫佢做乜嘅啦？而做下腰嘅、下靠嘅啊條啊，咁就嚟買多多件拉冇啦，件只好賺到錢啊！啊買啲錢呢樣嚇，件買100嘅樣，我就叫100件冇買做就啊，唔做唔錯一樣啊！我唔會買刮刮樂，買刮刮樂啲市場買咩都得，啲銀行面前買咩都得啦。如果唔敢買啊，就我信唔錯有錢啊！走吧，走吧。他一直迷迷糊糊在那里做啊。下我要颁奖啊，对吧？我颁我女儿、我儿子的那个奖学金啊，对呀、还有颁奖啊，一个人2000块，就念我的名字。已经在那边打得非常严重了，已经都手断脚断、头破血流了。请问我们要打几号电话通知谁来救他们？镇长，我们头份镇的大乡长。你在外在物件啊，在金陵工商在业绩啊。我听伊讲啊。对啊，但老师但足久的讲老师批准了物件再出来。我几点死人？我几点？别说话，我妈的。我解释一下。
下，就是说你身心障碍者那个交通工具，比方说你的汽车啊、摩托车啊，可不可以免缴牌照税？这个跟我们残障朋友有息息相关。我现在点残障朋友好了，来这边，怎么样的可以申请免税？那位，汽车，好，机车都可以。啊？机车，摩托车和汽车都可以减免。可不可以减免那个牌照税？怎样的条件可以减免？身心障碍有残障手册就可以。好，来送给你了，领有残障手册，身心障碍的朋友就可以。好，奖品送给您，请您过来好吗？